一個已經被判定死亡嘅泰國男人，竟然喺送去驗屍嘅救護車上突然復活，仲喺條街度狂奔3公里翻屋企。呢件咁離奇嘅事發生喺泰國嘅素林府。59歲男子潘昂一物飲咗幾支啤酒之後喺沖涼房倒地，救援人員趕到搶救超過半個鐘，但依然係偵測唔到任何嘅脈搏同埋生命跡象，於是判定佢死亡，準備送去醫院驗屍。點知車到半路，呢個死者突然坐翻起身，仲跳車逃走。佢喺公路上狂奔足足3公里，救援人員驚佢出事，想去阻止，佢竟然喺路邊執起木棍，警告其他人唔好靠近。最後佢成功係跑翻屋企，情緒先平復落嚟。醫學專家分析，呢一種情況可能係罕見嘅拉薩路症候群，即係心跳停止咗之後自行恢復，又或者係因為酒精同天氣熱引發深度昏迷，導致佢當時嘅脈搏微弱到連儀器都難以偵測。呢一次已經係潘昂一脈第2次死而復生。佢老婆話5年前佢都試過斷氣之後突然醒翻。